莎莎也醒了。我传输穿越了，欢迎使用魔点互动协作，在我笔下，80岁的萧秋者，结果比你第一剑拔地。我的轻功怎么样？内力呢？这每个人都比我牛，那我退出。你走不了。如今之计，我只有一个办法。我写过一个附带 NPC 疯了，他无意了解，要让我100%顺。这个鬼系统总算干了一件人事。你是不是一见到我就特别想要保护我？没有。苍天在上，神州结义，同生共死。那不是老大吗？你们别过来，危险！老大，你放心，我们绝不会插手的。看来剧情还是走向了远处。你爹娘并非全力封锁上，这是凶手留在你父母尸首附近。那到这里，还有人和我的经历一样，说不定还有另一个传输者。